咁多位 YouTube 同埋 Instagram 嘅網友，今日係7月1日，亦即係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。我想分享係近30年全港10大最唔想發生嘅事情。第一，年年加價，通貨膨脹。第二，交通意外次數最多，而且傷亡率高。第三，犯案率極高，尤其係電話騙案同埋虐兒。第四，校園欺凌，即係惡意態度或者暴力行為。第五，因為一啲濕碎嘢引致經常都發生爭執。第六，喺社會上作出不恰當或者歧視行為。第七，因為學業或者工作問題而產生抑鬱。第八，交通網絡唔完善，導致嚴重交通擠塞。第九，身心靈長期惡化，會提早離世。最後第十，個個市民永遠係無辜，難以接納。咁今日分享係咁多，請網友訂閱 Brian Chan Channel 同埋讚好呢條影片，仲要多多支持 Brian Chan YouTube 視頻同埋 Instagram 啦，多謝大家。